喂，大家好。正如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我絕對唔係物化女性，但係喺夫妻生活、感情路上，大家係互相配合、互相扶持。咁大家萬一感情路上或者婚姻路上唔配合嘅時間，離婚就絕對係唯一一個嘅選擇。所以阿慘伯係絕對應該同阿河馬係提出離婚、分妻或者休妻嘅決定。喺香港嘅現代或者喺古代嚟講，河馬呢個情況係絕對要離婚或者拉去浸豬籠嘅，因為佢已經犯咗七出之條或者口舌之爭、行為不檢嘅情況。咁我哋先睇下古代阿河馬犯咗啲乜嘢。河馬第一樣嘢，冇仔生，花環定，裝咗子宮環喺入邊。咁你點樣生唔到仔咧？你鋪咗條 M 巾上嚟，你有嚟 M。對於慘伯嚟講，何家嘅後代毫無生產力可言。古代嘅中國以畜牧業為生，有仔女即係有生產力。河馬既無使出，咁你有鬼用咩？對何家嚟講，所以慘伯已經絕對可以同阿河馬離婚啦，一年之內都冇個蛋出啦。之後阿河馬亦都係犯咗口舌之爭，未進入何家之前，已經對於呢個450萬作出爭吵。一年之後，唔單止450萬爭取唔到，仲要同佢可伯嘅5仔女發生咗激烈嘅爭吵。已經呢樣嘢可以同阿河喺何家嚟講係毫無得着可言啊！既無生產力，既無貢獻。另外阿河馬去同人通姦，雖然慘伯就證明唔到河馬係同其他奸夫淫婦發生咗性行為，但係慘伯亦都可以證明啦，就係阿河馬同其他奸夫淫婦共處一室，孤男寡女。例如慘伯、阿河馬同埋呢一個阿門或者阿平喺呢一個嘅破廟度共聚天倫，打住呢個 BBQ， 食住餃子，一齊飲杯盡興。咁呢個河馬就已經可以俾呢一個嘅根據呢個鄉紳嘅俗例拉落去浸豬籠，無需證據，因為慘伯嘅眼就已經係證據。咁跟住除咗呢一樣嘢之外，阿河馬亦都係犯咗呢一個嘅口舌之爭。哇！你真係無論喺何家嘅風風雨雨，亦都搞到成個香港鎮真係風雲翻天覆雨。呢一個嘅傳聞或者佢嘅呢個樣子除咗香港之外，大中華區全個華人社區無人不曉喂，咁呢樣嘢係咪先已經可以拉落去浸豬籠啦？啱唔啱先？咁所以河馬咧喺古代嚟講咧，絕對已經係犯人妒忌，拉落去浸豬籠係理所當然嘅。如果大家支持嘅話，就打個1字喺留言嗰度。哇！去到嚟現代啦，河馬雖然同慘伯已經結咗婚1年啦，喺法例嚟講，好多嘢都係要持續1年咁以內先至可以作為充足嘅證據可以離婚。但係有一點就係，如果配偶嘅行為係唔檢點嘅話，例如好賭啦，呢一個嘅有暴戾啦，跟住仲有呢個唔顧家咧，而配偶唔同與願意同居嘅話咧，係可以作為一個合法嘅理據去申請離婚嘅。咁大家知道啦，阿河馬係持有白卡噶嘛。雖然佢嘅智障上面有啲問題，但係你見到阿河馬，哇，周不時同啲黑粉喺度嘈喧巴閉，喺度作勢，喺度打人，咁已經係作為咗一個暴戾嘅表現啦。阿慘伯都唔知係咪屋企度俾阿河馬家暴，鞭佢，唔好鞭打本王罷啦，真係。正如馬德鐘所講啦嚇。咁跟住阿河馬就真係，哇！真係好賭咧。咁唔知阿河馬喺內地有呢個
呢個刑事記錄啦，浩島啊嘛，跟住坐咗小烤屋，唔知嚟到香港有冇坐小烤屋咧？我真係唔清楚咯喎。咁啊，再之後就係啦，河馬即係有冇暴戾咧？暴戾講咗啦，浩島都講埋啦。咁然之後話唔顧家，慘白嘅衣食就衣不稱身啦。咁啊食嘢喺度，日日食潲水，啲水啊〜啲湯啊黑色，冇啲肉食嘅，哇！真係慘白嘅身體啊，即係一日消瘦過一日。然之後哇，跟住喺呢個事發之後咧，唔見一排又肥翻大隻咗啦。所以河馬不善廚藝啊，已經係事實嚟㗎喎，即係唔顧家已經成立啦，又好賭又暴戾，哇！河馬同慘白已經唔係同居㗎喎，咁所以喂呢點絕對係有理由啊，所以極力支持慘白同河馬離婚啦。無論喺古代嚟到你現代啦，河馬同慘白並非天生一對，離婚係必然㗎，真係。只係問題就係古代慘白同河馬，河馬就要俾人拉去浸豬籠。嚟到嚟現代雖然就浸唔到豬籠啦，都可以問河馬去小烤屋坐個噃，係咪先？或者做一啲更加激烈嘅行為活動，例如菊花啊，或者係揸波啊之類啦我唔知喎。咁睇下大家有咩諗法啦，可以講下邊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